没有很圣洁，圣灵充满。啊，感觉好像今天来墓道呢。还可以，而且我站的这个位置也太神奇了。这个是，如果是以米粒的观念，这个叫褥疮。是不知道是好是坏。我在教会里面，这个是最圣洁的位置，太神奇了。然后，好吧，然后，今天其实是弹唱会哈，有唱也有弹，好不好？其实唱歌只是配饭用的。待会有一段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这样，然后就是为什么那么想要唱自己的主语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阿美族唱歌啊，很多华阳华丽啊，刚刚大家听到没有？很多嘛，对不对？有没有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有人问呢，有没有人问呢？什么意思？什么华阳华丽啊？什么意思？没有问哦。请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呦，不要这样讲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意思。其实要解释这件事情还蛮多学者去做研究的。我要用学者的话，我可以引用台大人类学系。但是我的理解，老人家跟我理解，它是一种唱歌的方式，就很像那个黑人在唱歌的时候，唱到一半，不是会有 I V 呜耶耶，就是那个呜跟耶也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中文也有啊，中文可能有啦啦啦啦啦啦啦也没有意思啊。这个都是看阿美族像类似这样的称词啊，唱歌的称词就非常多了。你看听到的华海呀、回呀、纳鲁湾、尾哈海、阿黑，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而且中间还可以排列组合这样，但是它有一定的唱歌的一个逻辑。老人家在说，就是当你唱歌的时候啊，没办法用语言来唱出你真正想要唱的那个开心或难过时，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时候，你就要用这种唱歌的方式来唱，就我还要回呀、哪路啊，对，这是我们原住民的 R&B， 台湾架杠的 R&B， 所以等下听到我们都在唱华阳华丽的时候，就代表我已经唱到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已经开始进入 R&B 的境界了。然后有一首歌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也是一个导演嘛，就是他拍纪录片，然后从日本特地飞过来，我也觉得很好奇，他到底是因为每次出现的时候，他都出现在都兰，感觉不太像他从日本飞过来，突然跟日本直航我就想说，哇，他可能只是为了拍我参加文化的一些活动，或者带过的小朋友，或是丰年祭之类的，他就飞过来了，很像骗人的感觉，那是假的。他都说他都从东京飞过来，然后他可能久而久之开始认识他，就觉得这个朋友很有趣，他很有心想要认识台湾原住民，然后也很好奇我自己怎么把自己的音乐带到跟原住民之间音乐合在一起。纪录片已经拍完，等一下在谈演讲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然后这首歌就是从头到尾都在 R&B 的歌，大家懂吗？因为没办法形容这个朋友。好，大家就有信狗。
大提琴宋烨，吉手张明，大波贝斯阿力，然后看我对面手边的弟弟昂奈，马少，小丽，还有我吉手。不要乱喊，会有人送会看啊！有人不懂哦，没关系，等下老师会解释这一切。有一首歌，然后我想说就当做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唱。阿美族有一种唱歌的方法，就是一个人当领唱，其他人当答唱。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就会给领唱者力量。对，拜托一定要支持人哦。搭唱好吗？很简单，不用觉得很困难，就一句而已。好，我们试着，然后弟弟们来跟你一起搭唱。我当领唱哦，还是你想当领唱？没当过领唱，蛮兴奋的，对，就跟没当过班长是一样的。然后，哦呀哦嗨呀。我还8个字嘛，里面又有我还一模一样的哦，重复2次。最简单的哦，你们再不会唱，我也没办法救你们。只要练习唱好不好？好。就是反正这个空间怎么唱都好听啊。真的，天然的不用担心你的 key 不准，那是频率的问题。很多频率放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不准的时候，它就一大块，就很准。大家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内，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哦，大家练习唱哦，好不好？好。都要唱，不要放弃自己。